咁記者紀思清咧，而家就喺西九高鐵站現場嘅。思清啊，高鐵站現場情況點咧？同埋市民熱門嘅目的地主要去邊啲地方咧？你好 Ruby， 我而家所處嘅位置咧就位於西九高鐵站嘅現場啦。咁我哋而家所處呢一個位置就係一個嘅入境大堂㗎。咁其實可以見到咧人流係陸續有嚟啦。咁其實咧成個秩序都係大致順暢㗎。咁所有嘅乘客咧就喺職員嘅幫助下係非常之順暢咁樣通過咗閘口。咁我哋見到咧頭先都有唔少嘅遊客接受記者採訪嘅時候咧就話其實今日專登係提前請咗半日假期啦，就係今日咧就嚟到香港，咁主要目的咧就係為咗避開一個人流嘅高峰期，因為聽日5月1號咧就係正式開始咗今次嘅黃金週啦。又話咧其實今次嚟香港嘅重點咧就唔係再以購物為主，反而咧係希望可以探索更多香港本地嘅風土人情，就好似包括咗維多利亞港啦、山頂啦，或者油麻地、中環、上環同埋香港大學呢啲都係非常之熱門嘅一啲嘅地點啊。咁佢哋都好想嘗試下乘搭下叮叮車啦，帶埋小朋友去感受下一個本地嘅交通嘅特色。又話咧，其實今次嘅高鐵嘅飛咧都係要提早大半個月至到1個月咧先係搶購到㗎。咁另外，其實我哋今日中午咧都見到啊，離開香港嘅人流都係持續上升。不過好有趣嘅一個點咧，就係好多都係今日係最後一日嚟香港旅程結束嘅遊客啦。咁都有啲遊客接受記者採訪嘅時候就話咧，係專登係錯峰出行嚟到香港啦，以優化佢哋嘅旅行嘅體驗感啊，就係咧趁住5·1嘅前夕就翻到內地，再去一啲其他嘅小眾嘅旅遊地點。咁有遊客咧就話選擇咗5·1之前嚟香港咧，首先就係為咗避開人群啦，另外都係幫咗小朋友提前請咗假期。咁另外咧5·1期間咧都會喺廣東省嘅周邊嘅城市去睇下。又話其實咧提早嚟香港旅行最大嘅好處咧就係應該至少慳咗酒店嘅預算1半以上㗎。咁另外入境處咧都預計今次嘅5·1黃金週期間大概有571萬嘅人次會經海陸空嘅管制站係出入香港，而另外咧490萬人次應該係集中喺陸路口岸，而羅湖同埋落馬洲同埋深圳灣口岸咧都係預計係最繁忙嘅口岸。咁以上呢，就係西九高鐵站嘅最新情況，先將時間交翻俾你啊 Ruby。好啊，唔該晒。